连锁医美集团爱尼利逼出偷袭事件，检方甲创办人上路山顶3个人拘提到案，爱尼利今仔讲会当全部退钱。台股台积电今仔搁在创新高，不过惊这股市上过日已经有证券公司限制股票抵押借钱金额上侪敢若借10万。高雄产业有一大顶拿道火烧会拍发了后，发现一个富人人倒伫遐已经无轨，警方推测可能是放炮广告才引起火灾。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这内政部长刘世芳的卫生案呢，伫咧中国和台湾企业试透露，陆委会就批评这中共无文明的底线，逼台商就爱政治表态。那刘世芳也亲身来回应，讲这内政部立场和陆委会同款，呼吁台湾人若准备去到中国就爱三思。那陆委会也讲，类似案件会愈来愈多，政府正咧研究反制中共境外镇压相关制度和政治工具，要协助当事人和企业。内政部长刘世芳和中国立委带到顽固分子卫生甘文群进行未亚出伫中国大气进击。中国官媒引用甘文群的公司的声明指出，甘文群已经做到改进，各台办公无用分支持态度，或直接破坏两华关系人士伫中国投资协议。台独顽固分子刘世芳外省所在的公司昨天发表与其切割的声明，解除其在台湾总公司和大陆分公司的所有职务。我们跟陆委会昨天晚上所发布的这个方向跟立场是完全一致的哈。那我也要特别提醒，就是要国人如果赴中国大陆的时候呢，务必要慎思哈，否则在人身安全跟财产安全呢会受到恐吓跟威胁啊。刘世芳亲身出来强调，身为中华民国政府官员，捍卫台湾国家主权立场不变。陆委会是严厉谴责中共毫无文明底线，恶意施压，协调台商进行政治表态，将研究反制措施。它基本上是中央定调的一个政治案件啊，所以你针对江西省的制裁，我觉得是失去焦点。我们现在正在研议，从法制上面研议，然后看看我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政策工具。刘世芳的外甥在大陆做生意，被这样对待，我觉得其实是不是有一点 over 了啊？这个在商言商嘛哈，在商言商，我们希望这个政治跟商业能够分开。今天支持台独已经被定义为，只要不支持跟中国统一，就可以随时被认为你是支持台独。那我们应该要一起谴责中共这样子对台湾人的言论自由的具体的威吓。陆委会表示，这案件中共用政治手段，包含禁止相关的厂商客户甲认托公司来访旅游，甲冻结伊伫当地银行的户头，或被出员工薪水、支付款项等。唯一目的就是并用谈写出支持这中国原则的声明。甘文群为了不要互公司困扰，已经失去职务。政府的研究制度甲政策，协助被压迫的厂商甲企业反制中共。记者综合报道。由几名退役军官历史学者组成的中华军事学会，地点设伫咧国防部的北安营区。这10年来呢，领政府上千万的补助，所立委逼讲，去年10月办这检讨会，说是配合中国呢来统战退役宣传。国防部回应讲，已经发函要求学会爱修改组织章程，袂当违反两华条例，也会重新来检视少因场地预算补助的必要性。这是退役的军官、历史学者对军事有兴趣的人组成的民间团体中华军事学会，设置是设伫国防部北安营区，所红逼出技术配合统战。中华军史学会10年来领了政府将近1000万元的补助，现在却被爆出去年10月举办的学术研讨会，竟然配合中共的统战宣传论述。国防部所资助、补助成立来办活动的单位，居然来配合中国的统战论述。他去年办理相关活动的时候，我们也曾经特别提醒，避免陷入中共利用所谓抗战这个议题来对我们进行认知战。这位点名现任的理事长海安，要从列入48个体重接受统战要因的名单内。甘肃加大喜过去嘛捌去中国参加有统战色彩的论坛。对这国防部回应讲，学会有说营区的地址是明年12月到期。这10年来预算补助是对97万，当年一直减，已经发函要求学会修改组织的章程，嘛会检视预算补助的必要性。绝对不能违反两岸条例相关的这个规定。
那另外呢，我们也会再重新来检视针对这个组织的功能效益。另外，中国最近几年是加大对台湾的渗透，锁定咱国的公务员。陆委会接到移民署和关务署的2个考员，顶个月去中国观光，无想到中国的国安人员却伫半暝无预警入去饭店，甲因盘查，问因家庭成员和经历去中国的目的和工作内容。中共在事前就已经掌握这些公务人员的相关资讯，而且他的行程住哪里，他们都知道。也许你的职级不够高，官位不够大。那不要觉得说自己就没有被人家盘查的风险。杨文杰指出讲，中国过去主要是渗透军警，今嘛是转向海巡署、移民署、地检署、关务署，都是中国扩大接触的对象。另外，前中天的主播林清友涉嫌收中国的资金，用来写退役和现役的国军，嘛透过媒体去影响罢免人的投票，红照违反渗透法、污洗和洗钱罪起诉，求刑12年。车市警并且甲伊再告桥头地方法院做2审，法院是裁定继续羁押禁见。公安局长蔡明安表示讲，个案案件过去5年的起诉率是9%6%这么悬，定罪率是来9%5%。中国间谍案的刑度平均1年嘛增加到6年2个月，表示查办这种案件已经建立全政府的联防体系。记者综合报道。唔惊中国打压台湾伫咧南美洲唯一的友邦巴拉圭，因的总统呢贝尼亚来台湾访问，由外交部长林佳龙去接机。这是贝尼亚对2023年8月就任以来第2届访问台湾。之前有风声讲中国甲因施压，爱和台湾断交。不过这贝尼亚用实际行动来证明，台湾和巴拉圭的邦交抑个友谊是真坚固的。习近平到南做会活动真热，台湾伫南美洲会友邦巴拉圭总统贝尼亚受咱国政府邀请，甲来台湾国事访问。透早到台湾，由外交部长林佳龙亲身接机。这是贝尼亚为2023年8月就任以来第2摆访问台湾，下步行程圆满。穿朴素衫，贝尼亚接到台湾科技大学的研究朴素学位，副总统萧美琴也来见证。进行传出中国施压巴拉圭，要求甲咱断交，毋过贝尼亚毋惊压力访问台湾，用实际行动证明台巴的邦谊，佫一摆强调台巴友谊坚定。Paraguay and Taiwan share a friendship built on solid foundation: democracy, freedom, confidence in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viction that progress is only truly meaningful when it touches peopl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extends far beyond diplomatic formality. Taiwan and Paraguay share a close and steadfast partnership. We have undertaken a wide range of joint initiatives that have delivered tangible results. 台巴到即马建交69年，根据目前数资料，台巴双边目前总额2024年差不多2.4亿美金。巴拉圭牛肉甲猪肉等产品，驻台湾的成绩也真好。双边除了伫农业、教育、医疗甲基础建设深化合作，也协助巴拉圭技术学院培育科技人才，推动当地产业升级。总统也称得车备也被用两中军力欢迎，国办长贝尼亚采购大勋章，表彰其对台巴邦谊的贡献。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这连锁的医美集团爱妮丽爆出甲人偷袭的事件，检方甲这创办人尚如山也个社长的特助、细城厂商3个人躯体到案，依照妨害秘密等罪嫌向法院申请羁押。那爱妮丽集团在今仔日也发出声明，讲会当全部退钱。目前已经有1000外消费者加入自救会，这被害人数继续伫咧增加。会当退费的消息一日出来，安尼咧北中南各地拢有消费者入来办理退费。伫安尼咧发生有健康里面事件了后，引起民众的紧张，唔敢过来消费。大家都花钱来，希望让自己更好的，那你突然报这种事情，谁来做下去？希望他们可以退费顺利一点，不要用那些奇奇怪怪的手法，一直在吐。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入账，怎么退费。安尼咧，好亲像偷袭事件发生了后，引起民众的紧张。安尼咧集团切发声明，向所有消费者、会员也个社会大众诚恳会失礼。同时嘛，公布全面退费，先预约登记，由专业人员提供协助甲说明。不过声明强调，退费敢若限还未使用的课程。
安尼类申诉案专台扩大调查，高雄卫生局人员上门稽查2间店，发现一间有医毒监视器的分野，另外一间治疗室有发现滴农药的监视器。台北市的消保官已经受理将近50件申诉案。依据医疗法第72条规定，落实保障患者隐私，若有违反者，处新台币5万元以上25万元以下罚款。我们将在5月11日至13日，每天下午2点至5点，于市政大楼1楼开设专案法律咨询服务，现场安排律师进行1对1咨询。目前已经知影有1000多个消费者加入自救会，再去冤后被害人伫律师的陪伴出面，无法度接受互人偷袭。我觉得监视器放在诊间我可以接受，就是有律师那个咨询的诊间，然后如果你真的在咨询过程中需要多一次的话，就是大家联系。大家都可以接受，但治疗是这种，就是没有办法。那我们还是要进一步确认，就是这些被害人或消费者的提告意愿。那现在填表单的人已经高达300人了。那我们当然后续会做一些更细致的处理。若是安怎求偿，律师讲，消费者爱伫2年内提告；若是影像外流，求偿金会大大提高。被害人原来当透过提起消费者团体诉讼求偿。记者综合报道。台股一直冲悬，盘中冲到要4万2，最后是起794点，收伫咧41933点。啊，若即在即阵的股价呢是收伫咧2390块，拢是创新高的。即摆就是惊讲这股市伤过热，一寡证券商呢就甲这股票抵押借钱金额缩小。关台证金就表示，对即礼拜开始呢限定10万块尔。另外，也有风声讲金管会会来介入，主委潘金良也出来背会无介入。强调金融机构家己对风险评估也够限制啊。台股连续4天升关点，这次加权指数开悬加悬，盘中上悬42756点，收盘41933点，接近4万2。为4月30收盘39571点，到即马已经去2300点。电子权值股台积电开盘了，马上冲到2345块，收伫2310块，市值达到59.9条大票。日经指数收伫62833点，大起3320点。韩国综合指数7490点，双双创新高。现代缩水到10万。而且借新还旧变禁止，有没有这回事啦？规定在这边，我们不会对日常营运活动去做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这么细致的指导。不过市场真侪过节记录，过去不少投资人咧透过股票结合，即马券商有限大零，亲像原台证金，预料正是即礼拜开始每日即招金额限价10万。不过有关提供就新现股服务引起关注。金管会解说目前了解，全体券商的融资总额平均敢若达到净值的1.59倍，离法定上限净值4倍还有一段距离，无去做限制。这些所谓的质押的金额，5月中呢，基本上已经突破6700亿大关，也是创下史上新高。短线可能一个回档，那只要回档10%甚至20%，会出现这些质押潮的被迫追缴。另外，半导体公司联发科最近因为股价第三期及到监理指标被列为处置股，为5月7到20改做每5分钟撮合1摆的人工撮合，叫做台股史上时代上大的处置股。照即卖法规包含股价起人异常，成交量甲周转率无正常，或者是长冲比例相对悬，这因素拢可能被列为注意股，或者是处置股虽然应买卖，暗过交易变慢，资金要求变严，含做长冲。凡是固定的数字、固定的比率，经过一定时间以后，都要好好的检讨。指数往上走，还股价在上涨的时候，我们已经有请我们期局跟交易所这边在研议各种制度。主题股制度针对差小型股设计，即马大型权值股也被纳入。金管会承诺会伫1个月内提出检讨报告，以及特殊情形之下应另外摆渡机制。记者综合报道。4月中顺利通过荷姆兹海峡的大速超大型管油轮军舰轮，这日已经去到未了港咯。这船顶呢是有载200万桶原油，停好来供应柴油、汽油、无人机用油、石化原料等产品。另外呢，这中油车股伫桃园外海也收到驶过红海来到台湾的中东原油。虽然目前呢国内汽油是拢无起价，不过这通货膨胀效应也大大出现咯。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上届新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1.74%。邮轮慢慢驶至货运关未了港，因为港内还有其他船的社会暂时停在原地，等明仔载进入。
在200万桶原油，大苏海运下海超大型原油轮军舰轮，伫7正式交会，佫是中东战争甲即马第一个为荷姆斯海峡登个台湾的超大型油轮，会提悬大数化燃油产能。我们1个月大概就只有汽柴油，大概就是差不多这个200万桶，等于是有一船了。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炼量是远大于这个东西的。但是这个炼量，这个200万桶，也不是说它通通都可以炼成汽柴油，它还有很多其他的油品。大数化计调解说，这批原油拢是中档级原油，经过炼制了后，会产出柴油、汽油、飞机用油、石化原料等产品。另外，中油也有好消息，为沙特阿拉伯红海沿浦港泄露出款的60万桶的原油，也抢先一步到台湾，为7月开始，就伫桃园沙仑外海增设。这次见证了第一阵中档原油是清洁原油，会生产汽油、柴油、航空用油，对稳固国内油品供应有帮助。交通及通讯类上涨2.66%，那主要是因为国际油价仍然比较高，油料费上涨13.6%。油品状况也看同不计，行政院主计总处统计，4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1.74%，创近1年来新高。这大类变动影响内底，交通甲通信起2.66%较明显，油料费、火车票、机票拢起，也佫有基础类起2.06%，因为厝税燃气、电费甲家庭管理费拢起。专家佫示警衰去下半年政府面对油电未起，了钱爱吸收，都爱细致。如果那个政府没有办法直接对台电做补贴的话，那当然台电为了要去处理它亏损的问题，就被迫要去涨电价了。好，那当然，如果发生这种情况的话，那我们的物价上涨的压力就会变大。学者认为，目前包含中油、煤气油价吸收的百亿，在台湾经济发展的带动之下，目前政府能力吸收。不过，若战争时间过久长，或者是个人事业无法度顺利得到半补，最后压力恐惊落伫百姓身躯，带来通膨压力。记者综合报道。酒驾法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就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若准政府补助的日头有到35岁以下的少年家长，愿意加生囡仔的有到65%。民间团体也指出讲，即马药价津贴送去互带，和家己带的津贴毋是平济，因是呼吁政府就要检讨，或者药价补助平等化。母亲节特别教路，内政部统计，今年2月出席的婴仔才6523个人，是有史以来过一个月上介低。酒驾法的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拜四有民间团体开记者会，讲即马药价津贴，政府虽然有补助送特约家庭，却含厝内家己带囡仔的补助金额无平济。民间团体呼吁补助爱平等。就是我希望可以就是补助平权，那其实这样孩子就是像我们当妈妈的，可以有更多选择的一个空间。对，就其实因为经济就是一个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量点。民间团体针对882个厝内面有6岁以下囡仔家长做调查，发现政府支持度若有到超过55%的家长愿意搁再生一个，其中35岁以下的少年家长，生育意愿甚至会提悬到65%。民间团体是呼吁政府，甲6岁以下亲身要件的家庭也列入去补助范围，落实0到6岁国家做伙市的政策，甲补助平等，提悬家庭生囝意愿。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够受到一些补助跟平权那我们其实连生第3胎的家长意愿也非常高。那我们今年呢统计，其实是在35岁以下，他愿意就是育龄的家长不只是50%，是高达将近60%多。一笔钱出来，那我可以把这个钱拿来放在孩子的身上，也许他们就会提高一些生育的意愿，以及对孩子的一些照顾。民间团体认为，政府若准参考文化部模式，逐个月发2万的药价费，预估逐年毋但会当创造2000多亿的经济活动，也挺好减轻药价家庭的负担。记者吴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讲到今早起，这高雄田寮有一搭北仔园边仔的顶仔拿着火烧，民众赶紧通报这消防队来拍火，想要到火一个拍花，却发现讲有一个妇人人倒伫咧北仔园内面，已经无开路。伫咧现场也找到一地炮啊！警方也推测讲，真有可能呢是这73岁妇人人为了放炮啊赶到，才引起火灾，家己佫无细力跋倒，才走袂赴的。详细原因佫需要厘清。
涂骹烧甲乌麻麻，水网会已经拍挂，也是溜溜啊咧庆烟。高雄田寮一部竹拿早起有民众通报火烧，消防到规甲火拍挂，发现一个负责人倒伫咧涂骹已经无喘气，边仔玻璃园阁发现一地冲天炮。警方表示，73岁姓何的负责人，敢若是为着放炮赶狗造成火烧。厝边讲，真正伊都捌放炮赶狗火烧2摆，想袂到第3摆连家己的命嘛烧无去，实在是因为台湾狗甲当地农民起底伤忝。在这里糟蹋我们的果园这样啊，对啊，甚至说跑到我们的猪舍上面这样子走动啊，就这样而已。那他们如果出现大概多几只？都20-30只有。为了干脆放弃啊，放弃，伊就唔爱种啊，无种嘛拢搞这。初步研判，疑似误燃竹林的杂草，死者于救火的过程中不慎跌入山坑，火场自身憾死。民众讲，附近的狗真正多，过几夜唔若捌来食，佮慢去耍佚佗。农民唔若伫咧园边饲狗仔，为饲狗顾狗，佮定拄用炮仔声来吓惊狗。不知狗放炮仔风险伤悬。台湾狗共存推广协会秘书长就建议，农民会当参考即阵政府咧撒的电网，安全佮有效果。防猴电网伊有补助，嘛有像迄个桃园农改场有开发一款红外线声音的驱赶器，伊有搞来也侦测，然后呢，也可乱数播放声音啊，像炮仔声、人声，也是广播电台的声来惊动物。农业局讲，今年较早田寮区拢总接到2件台湾狗伤车死的通报。农业局除了会提供长狗的人仔以外，即阵佫有补助农民申请电网，希望借着科技的协助，会当减少人甲狗的冲突，嘛避免发生类似的意外。记者柯嘉如、邱朝阳、高雄仓报道。台中警方接到通报，讲有一个查甫囡仔伫咧超商领钱，随到现场了解。这个囡仔是讲咧，伫咧网络顶头看到讲有人要送80支的手机啊，不过爱先纳3万块的保证金，伊就摕厝内面大人的提款卡去领钱，加在警方有甲挡落来。学者也呼吁讲咧，这家长就要注意囡仔使用3C 产品的状况。这个查甫囡仔领钱了，随和警察查落来。你现在几岁？12岁。12岁啊，你刚才领钱哦。对。查甫囡仔只有12岁，摕手机互警察看伊的画面，表示伊看到社群顶有人为着庆祝有心，要免费赠送80支高阶的手机啊。不过需要先支付3万的保证金，事后会退钱。伊随摕妈妈的领钱卡去领钱，伫个警察扣痕了后，才知影这是骗局。它上面写有那个等一下，从下面开始。啊，我知道，你应该就是准备要被骗的了。对方要求先支付保证金后才能获得商品，警方立即说明诈骗手法，成功劝阻汇款，并通知家长到场处理。根据警政署的统计，18岁以下儿少互人诈骗的人数，伫这5年内雄增加3倍。手路大部分是利用少年人对手机网络的内行，甲意内来达到诈骗的目的。亲像一夜式的网站，也是发送假赝品甲免费赠送，不过会要求爱填个人的资料，也是支付保证金。学者表示，家长对处理未成年人使用电子产品的状况，爱提高警觉。他重点不是在于他为什么那么爱用手机，他应该是说他其实在那个网络世界他是有一些期待，那有可能是在网络世界里面的同侪。那所以其实家长要全面监控，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不容易，是可以跟孩子共同讨论选择，还有包括是说，回家吃饭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手机配吃饭？学者表示，若使用禁止也是强硬手段，可能会引起更较大的反弹。建议把电子产品当作亲子开讲的话题，观察囡仔的情绪甲行为，再个用约束的方式，才会当确保正确使用电子产品。记者综合报道。热天特别高啊！若准想要耍水，一定爱去有救生员的所在。来看这屏东马家乡的水墙，目前是无对外开放的。不过，游馆有不少游客逃走入去。昨下晡呢，着人渡水，一个妇人人防救起来时阵已经无喘气了。那这个月初1附近也有另外一个水墙，有一个25岁查甫人渡水死亡。即马这马家乡公所就拍算讲要来设一个条件，若准备入来就要申请，而且要有专业人员做判减少意外发生。
救援人员合力要甲渡水的民众搬落山送病院，因为山路坎坷，因一步一步豆豆啊行。初六下晡1点外，消防局接到通报，讲有人伫马家乡的草泥马水墙发生意外，随出动9车22人去现场救援。一名大约61岁姓张的查某人和朋友到这耍水，刷去予水淹去，特殊人员对水底5公尺，把人救起来，但是落尾送病院宣告死亡。下午3点32分将患者急救。救至岸边并施予急救，那患者已没有生命征象，龙泉救护车将患者送往龙泉荣民医院。还是直接接诊，绳子预备好了。不幸的是5月初1差不多的时间点，伫马家乡另外一搭西洋水墙嘛发生渡水意外，一位25岁查甫人去淹死，2个水墙只有离500公尺左右，已经是6港内底发生第2件渡水的情况。热人到啊，消防单位呼吁民众耍水要经安全的地点。马家乡公所表示，因拢有劝牌啊各地民众唔通落水，避免发生意外。夏天的时候会啊，因为可是我们其实都有告示哦。都告示不能入水，禁止钓鱼，不能下水什么，可是大家都没有在看，没有办法去强制游客的行为。但是因为我们也是碰到这个问题了嘛，所以公所也是会跑一个计划，就是让这边划定一个区啦。那他以后进去的话，就要经过合格合法的一个。马家乡公所科长讲，事发地点的排湾村原底就是因的发源地，尤其是山内的水墙对因来讲，拢是生命的源头，算是因的圣地，所以当地民众袂落去水墙耍，未来拍算要使用申请的方式来管理，让专业人员陪伴进入，减少意外发生。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来关心这国际畅水南海鲲号这渐行即期有重大进展咯。台船公司伫今日公开这影片，证实海鲲号将进行第8届的渐行即期，成功发射2粒的超雷。咱讲到后礼拜要举行的就是这传习会，关系到印太局势发展。管局长蔡明干就分析讲，这美中之间有真侪问题，短时间内真好解决。那针对到这传习会会讲到台湾基地部分呢，蔡明干也讲，美国已经透过无共管道。强调对待政策无改变，管局也继续关注。江南国造海鲲号找到第8摆畅水测试，走向重大一大步。台船公布影片，证实海鲲号第1摆进行上重要超雷测试，验证是受措施作战能力。影片显示，海鲲号成功试射2粒有传输缆线的超雷，顺去到 US-704直升机标定超雷位置了后，海军大埔南、大河南派出畅水人员回收超雷。台船表示，海鲲号完成超雷射击，验证战斗系统经修改算，发射甲鱼雷导控的作战能力，后续进行装备调校及乌整备。中华总统赖清德完成访问苏瓦地年，中共马上升官两化正式紧张，对台发动联合战备精神，国防部严备整合。那条共机22架，其中18架超过海峡中线甲延伸线，进入台湾北部、中部、西南甲东部空域，加上共咱6架公务船1架对台加做保卫网。管局长蔡明干针对中共军事动作提出观察指标。包括有5月中旬的川习会，以及后续520的总统就职2周年，那还有今年下半年中共例行性军事演习的时程，再加上11月份还有中共担任 APEC 的主席国，所以我们会把中共对台施压的一个样态手法，结合到刚刚提到的时间节点来做一个比较。下礼拜传习会阁牵动印太区域局势，蔡明安分析，经贸议题是重中之重，不过双方有望真侪政治议题，第二来尽快解决。研判传习会主要是管理，不是解决问题，美中呈现脆弱的稳定局势。传习会也讨论台湾议题，蔡明安指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讲到无希望台湾印太发生破坏事件，欢迎美方对台政策无改变。记者综合报道。国际邮轮昂德阿苏号逼出有3个人因为感染到汉他病毒来死亡，专家也当咧找这感染源。这只邮轮是对阿根廷出发的，自2018年就发生汉他病毒群组感染，造成11个人死亡。去年6月到今呢，还有101个感染例。目前阿根廷的官员和专家拢伫咧调查，要来厘清这敢是汉他病毒的感染源。
2018年，阿根廷南部埃普县一场大型生日 party 发生汉他病毒规定感染，造成将近30人感染，11人死亡。后来发现是一种叫做安地斯的汉他病毒株。安地斯型病毒株嘛，伫即届发生汉他病毒传染的安地阿斯号邮轮，至少有3个病例身躯验出来。Is true for most but not all hantaviruses is that they're generally not spread between people. They're spread from rodents to the human. But there's one virus that is called Andes virus, is the name of that species of hantavirus that, as the name implies, has been found in Argentina and Chile. And there is, although not common, there is evidence of person-to-person transmission. 今年1月，阿根廷中部离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无偌远的所在，传出一个14岁查甫囡仔罗德里格死亡。一个开始，伊是出现发烧、规身躯酸痛，若亲像流行性感冒的症头。病医想讲是天高热，不过伊说伫汉他病毒检测阳性2点钟后不幸过身。Al padre le dijeron que por ahí era un dengue, que el dengue más o menos se manifiesta así, pero el cuadro era diferente, que no sabían lo que tenía, que específicamente nunca nadie nos dio una explicación exacta de lo que tenía. 这届载将近150人发生汉他病毒感染的国际邮轮安迪阿苏号出发的地点，就是阿根廷全球上南边的城市乌苏怀亚。当局怀疑邮轮的乘客都是伫遮香蕉啊，还是参加巴塔哥尼亚森林行程时阵感染。不过确实的原因还佫伫调查。Entonces, a partir de que una persona se contamina con el ratón, después cuando tiene su afección pulmonar puede contaminar por vía aérea a la persona que está cerca, que es lo que ha sucedido ahora en el barco, que era un lugar cerrado y personas que estaban difuminando el virus. 公司新闻按入梅编译。讲到这鸟鼠的问题，引起大家惊吓。台北市环保局呼吁中央就要建立专攻鸟鼠监测模型，也讲明仔载呢会招专家学者来讨论安怎监测。不过环境部表示，伫101年就制定鸟鼠风毒密度调查相关作业原则，互地方做参考。也强调讲要消灭鸟鼠呢，就要看书办书。有学者也认为监测是有必要的，也要有详细规划，因为现有看起来是真简单，那准备消灭鸟鼠，确实是真困难的。中央地方伫空中在呛声，面对环境部持续建议要正确来处理鸟鼠的问题，台北市环保局电导要求中央应该较紧来建立全国鸟鼠类监测模型，才袂互地方无物件通依循。在去到市议会做专题报告的局长齐世芬表示讲，初八都会找专家学者来讨论鸟鼠的问题，敢有严重，应该用科学来呈现。实际上，老鼠的监测，它的确也是一门很专业。我们近期也特别要召开这个专家学者会议来讨论，因为过去的确很少针对这个专家学者会议针对这部分。面对台北市化为环境模式提出101年都已经制定的家鼠风毒密度调查作业原则，强调这些年来是提供地方政府监测的 SOP， 但是鸟鼠的问题声音真复杂，嘛是地方看情形调整。民众的反应是最真实的哈，所以地方的主管机关，它可以根据民众的反应来加强，说哪个地方要去做加强监测，哪个地方要去做环境整顿或是投药的部分，这个都是必须采取因地制宜。学者表示，天气愈来愈热，有可能造成鸟鼠增加。最近几年嘛，观察到野外的鸟鼠每几年数量都会大爆发，甲当嘛是真歹掌握原因，才认为讲持续有效的监测有科学依据，才当伫应对鸟鼠的问题的时阵，更加会当对症下药。记者综合报道。去年高雄美浓等地区，互人偷乌沙石啊囤废土落去，为了要防止这款非法的行为，行政院件通过土石采取法修正草案，甲这罚金纠管到1000万，违规行为若准致死伤者，上当判无期徒刑。那学者表示肯定，认为政府呢要抓搁较严，才会当阻止因犯罪。抓着车载土沙入去占地场，因应出来土沙气化问题。中央规划伫台北、台中、高雄3港区加同台南南投3地设土沙占坑加气化场。其中高雄南青计划区占地场1月已经启用，不过有业者反映，占地场加民营投资场部分用量较清气的土沙占去，恐惊减少废弃土沙的气化用量。希望政府拟定配套加速气化。土市场以前是专门在处理废弃土的，你把好的土要进去土市场，一个地下室挖起来土市场的顶压呢，2方面就要去想，废的土就是要处理完再去填海，那好的土怎么样去有效的利用？
那岛内底台北有8位合法投资场，其中5岛分别有10至16位，全台湾拢总147位，差不多80%至85%持续进图。高雄美浓投屋案引起土方之乱，为了阻止非法投屋，行政院初次通过土照采取法修正草案，除了提高罚款到1000万，嘛增订相关刑责。意图盈利，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那并科5000万的以下罚金；致灾、重伤或死亡，加重其刑，最高处无期徒刑，那得并科1亿元以下罚金。除了加重处罚用来投屋的怪手机具设备，修法了后也即时没收。经济部讲相关的规范未影响土照的计划是强势。记者采访报道。新德县的动保团体接到通报，讲有民众伫一间套房内面饲10多只的猫仔，拢无好好甲照顾。这动保所甲动保团体去到现场了解，却发现讲这套房内面的环境是真垃圾，是因为这阵猫仔的主人呢4月底出车祸住院，这猫仔拢无人甲照顾。动保团体先甲这的猫仔带去动保所。用电钻破坏壁堵，总算甲巢地内底鸟救出来。套房内除了涂骹，甚至连面床顶四界拢是鸟屎，环境卫生真无理想。新德县动保团体5月初4接到通报，讲若像有人饲10多只鸟仔咧套房，佫无好好照顾。动保团体新德县动保所实际来到房间内，就发现有的鸟唔那无物件食，有的已经咬到咧啉马桶的水。我们进房的时候，看见有一只这个猫正在喝这个马桶里面的水，那房内也确实没有干净的饮水，跟完全也没有食物，所以可能他们都非常的饥饿。然后就是有救援出其中一只猫，它在呕吐物里面发现非常多的那个虫。根据了解，这鸟的主人是65年厝的男性，拢总饲14只鸟。鸟的主人伫4月底出车祸了，因为去住院，房间内的鸟就安尼无人照顾，才会无水、无物件通食。事主他因为车祸，然后4月25就住进了医院，但是后续到5月10号都没有进行喂猫，然后我们立即将猫只进行救援。那现场的房间相当的乱，然后里面的跳蚤的浓度非常高。针对事主没有能力照出这群猫，那就违反动物保护法第5条第2项哦。那饲养猫只不良的环境，然后也可能有严重致死之虞，那我们将会采取动保法，进行将猫只没入的动作。动保所指出，经过检查，这鸟因为环境垃圾，佮加上长时间无人照顾，身躯顶拢已经出现皮肤病，先由动保所安排后续的治疗佮安置，嘛拍算对鸟的主人照动保法进行处分。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有民众会利用火车来运送这些动物，不过动保团体也指出讲，火车运送动物的过程无冷气，佮硬滋滋，无照顾到动物的福利，甚至可能去喂到病，变作是防疫空棚，所以农业部应该爱来管理。动保团体人员实地来到代替行李车运送小动物的现场，画面记录到装动物的铁箱啊，也是纸箱啊，直接去用等伫涂骹，而且纽西兰土啊，就徛伫箱底，无法度叮当。有游客伫无温度控制的状况下，伫车厢内一直改，家仔甚至为着要争取空间，全来卡死伫纸箱外。爱兔协会指出，这个防运送的动物根本就是活伫地狱，完全没有温度控制的情况下，会长达16个小时以上，就在这样子的地狱之中。保守预估，每年约有70到100万只的动物不当的运送者。全程无温度控制，无有够的空间，佮无水，生过线的层次甲健康的层次连做伙，恐惊会互相感染，而且死亡的宠物鼠佮会互同伴客去食。动保团体烦恼，这些动物就甲食物、农产品拢连做伙运送，是真大的传染病的空棚。其实它危害到的不只是动物福利，它更是会让台湾的生物安全，还有人畜共通疾病的这个防疫，就是它会面临一个风险。动保团体要求农业部赶紧建立专务长运输福利的规范。农业部表示，虽然6大经济动物以外的动物无纳入运送管理办法的规范，不过也是适用动保法。
在动物的运送过程当中，它必须要注意它的饮水、排泄以及环境，不可以让动物受到惊吓、骚扰、痛苦跟伤害。代替表示，行李车运送动物等相关的业务只占4.2%。针对动保团体指出的缺失，会搁进行改善。那是不是爱开发？农业部动保署表示，只要有违反法令，会转交地方政府处理。记者综合报道。台北西门商圈6月初一开始就全面禁止食粉咯，会设3个负压食粉区，予食粉的民众使用。今仔正式来启动。另外呢，这鸟鼠的问题呢，市长是讲卫生局、环保局等单位会提出防治计划，民众会当向市政府申请协助防治。台北西门商圈因为人多搁捌，二手粉四集团风险悬。台北市府为着达到无粉城市的目标，对6月初一开始，西门商圈要全面禁粉，沿途的菜牌仔提醒要食粉要到指定的区域。台北市搁打造3大负压式的食粉区，要甲食粉甲唔食粉的人分流。先选定包括西门以及中山2个商圈来推动，接下来我们也会一横一纵，也就是中华南北路以及信义路来规划几处的户外吸烟区。室内公共及工作场所必须要全面禁烟，当然这一点台湾其实还没有做到，而且他们反对设置任何形态的密闭吸烟室，在户外采取定点吸烟区的一个规划。台北市长蒋万安指出，5月是宣导期，6月会开始取缔，希望会当予唔食粉的民众伫室外公共空间较袂受到粉的影响。各局处会结合日常巡查，各有重点的时段宣导甲稽查。这个负压式的食粉区是台北市头一个创的。另外，最近阁有部分民众反映伫街头看到鸟鼠的问题。初市透早，台北市包含卫生局、环保局等局处进行台北市鸟鼠生态即卖状况检讨甲防治计划，市民会当向市府申请协助家家户户来预防鸟鼠。防鼠3不政策来取代全面性的投药灭鼠措施，那并在加强住宅及各类的公共场域，包含餐厅、饭店、小吃摊、市场、食品工厂等的环境整顿。为着防止旱獭病毒透过鸟鼠传出去，台北市府2月初成立跨局处联络机制，针对环境全药啊，加强派人清洁消毒、清掉炭病源，也制作防疫的图，宣导防疫的资讯，希望会当解决鸟鼠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李全龙推动主场周间优惠套票，只要是台北市民、学生、上班族，平常时摕着证件就会当伫咧指定区域买1送1。不过有民众就讲呢，顶日含伊的查某囝去台北大巨蛋检票的人员说讲，台北市的学生才有资格要求爱现场补票，因也认为讲这集团的广告无老实。打上台北大巨蛋世界级的人工草皮，互球员感受大巨蛋。李全龙本赛季杀出主场赛后体验活动，除了两队会员，各位主场周间优惠套票的民众也当参加。那主场周间套票，台北市民、学生囡仔、上班族，平常时会当凭证件向指定区域买1送1的优惠。不过台北市议员林幸怡办公室人员，也是学生家长的林先生讲，查某囝拜2、初5甲同学买套票，说互验票人员要求补票，说他因为持的是新北市的学生证，所以不能进场，要求他们2个同学都是补票，所以他就被强迫补了大概700块钱的票。林先生讲，查某囝甲同学摕学生证，验票人员讲爱台北市的学生囡仔，要求其中一个新北市的学生囡仔补票。后来表示，其中一个人是台北市市民，2个人也是互人要求补票，因为过超过3工前的退票期限嘛袂使退票，才来当补票进场，因为有哄骗的感觉。他如果觉得学生证不行，他应该要讲得非常清楚哈，在这一个整个图上面要非常清楚。那如果你觉得是你验票人员，你们今天在所有的一个 SOP 的训练上、教育训练上是不足的。李全龙回应，迄天第一时间有联络家长，经过了解，当事人初5无完成入场，所以有提供退票甲换票。学生囡仔选换票，搁伫隔天初6已经顺利看比赛。学生的优惠是长期伫推赛的方案，因为都无设管期的限制。这是今年大巨蛋主场首件所接到的单一个案，会持续检查现场作业流程，强化内外的沟通会共款，确保球迷权益甲看比赛的体验。记者采访报道。中央甲台南市政府做伙推动的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今仔日伫咧亚太棒球园区启用啊！这内面呢有上届先进的室内练习场，咱做伙来看卖。
伫老家坡声，总统赖清德、运动部长担任市长和各界代表做会丘安部，宣布国家棒球训练基地伫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正式启用。这座基地对规划到落成，经过近10冬，总算完成。未来会由国训中心参棒球协会联手营运，整合国家资源，嘛代表台湾的棒球培训进入新时代。继续的推动总统的愿景，就是不只是把我们的训练基地、国家训练基地呢，甚至我们把它提升到亚太训练基地，为台湾以棒球来推动我们的外交，好好来营运。那对我们台南市的棒球运动，对这个场地的充分应用，还有对台湾的棒球运动，其实都有很大的帮助。这个训练基地内底设备真周全，园区包含新棒主副球场、2座小棒球场、甲3座练习场。另外，园区内阁设有独立的封闭式训练空间和练讲球的场所，彻底解决过去代表队要练习煞找无场地的问题。未来的青棒、成棒，还是我们未来国家代表队，都能够在这边来成为我们跟棒协、我们运动部跟棒协，还有我们这一个台南市，我们一起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它从地方的这个棒球训练中心成为国家棒球训练中心，为国家培植这个新一代的3级棒球的这个优秀的选手，这个是我们非常期待的。市府强调，这座球场唔但是培养国家队的所在，更加是全体市民的财产。未来无论是和这棒球团做来用，也是委外经营，市府拢会坚持以大家拢好的原则，发挥上大的效益。透过中央和地方的合作，会当让优秀的选手伫这个所在甲功夫练好好，继续伫国际舞台替台湾争取好的成绩。记者从台南采访报道。2026年台北儿童艺术节6月底就要起稿啊！今年包含台湾在内，当中有7个国家、34个表演团队，将近170场的技术活动。除了有红仔戏马戏团音乐剧，也有专台首创的布袋戏摇滚音乐剧，要让大家欣赏到台语的水。现场演出的是一种印尼的甘美朗民族音乐，这是今年台北儿童艺术节的演出团队之一。另外，也会有福卡萨马戏团的亲子马戏，去年拄得到团艺金曲奖的艺兴国，这摆也参与艺术节的演出。艺兴国掌中剧团这摆要搬的戏合作到回光剧场版，拍断手骨颠倒勇。伊希望透过传统戏剧甲现代剧场的结合，互大人囡仔做伙来欣赏台语的水。用这个拍断手骨颠倒勇，其实就是要鼓励咱这大朋友小朋友会当不怕失败啦免惊失败成功是咱家己定义的。由台北市政府主办的台北儿童艺术节，今年已经是第27届啊，拢总有169场的活动，也有6个国家的表演团队来台湾参与艺术节。唔但有剧场内底的表演，也有92场会去社区甲学校演出。市府希望互台北成做一个更加活泼、有创意、更加自由的城市。台湾的文化一直在往前推进，尤其在儿童艺术节里面，看很多年轻的我们的艺术工作者不断的投入，我们的表演艺术者一直投入，那就是台湾的这种生生不息的感觉。所以儿童艺术节呢，它一样的，就像我们在孩子心中种下一个苗，他有机会，他可能也跟大家一样，成为相关的领域的工作者。今年台北儿童艺术节拍算对6月30正式起稿，除了表演，也有声音展览、体验工作坊等等，希望让大人囡仔伫城市的无同所在，拢通接触到艺术。记者郭玉琪、林旭凯台北报道。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5月初8推出2026年度展览，咱当日正做 We Are Becoming。这届展览呢有9个国家的艺术家29件下媒介作品，特别是展览当中会放送2出60年代重新剪接过一个台语片。这展览表示讲，希望透过艺术作品问咱甲阮的界线，也让这观众朋友重新思考身份的问题。适度证明家己的存在。现场有侪无同媒介艺术作品，用画作、电影等等的方式，让观众感受到空间作品的变化。这是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推出的年度展览。今年的主题是“阮当咧食做 We Are Becoming”。展览当中有马来西亚艺术家重新剪接60年代台语片，第7号女间谍甲泰山宝藏。
是一个靠支撑才会当认定的地方。艺术家讲，会经这两出电影，是因为故事背景看起来伫上海甲马来亚，不过拢是伫台湾翕的，比做看起来是别大，其实是伫遮的冲突，嘛反输咱对所在甲身份的认定。所以希望观众在那个游走的过程里面去感受的所谓的此地跟彼方，到底谁是此地，谁是彼方，然后我们又是谁这样子。策展单位台湾当代文化实验场自2018年成立，是重要创意育成文化基地，嘛希望对外推动台湾甲国际对话。伊嘛希望透过展览去思考艺术伫当代社会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嘛要甲民众重新思考甲讨论文化身份认同的问题。展览内底要处理的问题，就是讲什么人是阮，什么人是咱，有当是讲是咱，有当是讲是阮。但是这个辩证的关系呢，伫这个展览内底想要甲展开。这摆年度展览会伫5月7日起稿，有台湾、美国、日本、越南等等9个国家的艺术家展出29件，透过无同媒介呈现的作品，希望和台湾的艺术家甲国际有愈来愈侪交流的机会。记者吴金阳、志光台北报道。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媒体 CNN 的创办人 Ted Turner 传出过身的消息，食到87岁。伊伫咧1980年的时阵开创全球头一个24点钟的新闻频道，是媒体界的传奇人物。伊也是一位慈善家，拨捐11美金予联合国。虽然美国总统 Trump 这几年对 CNN 有真侪批评，不过 Trump 也破文来哀悼甲致敬。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创办人泰德·托纳初六传出过身的消息，食到87岁。批名是南方大炮的托纳，出世伫俄亥俄州，后来伫亚特兰大做生理，是美国媒体界上有争议嘛上勇敢的先锋。伊对老爸广告扛棒生理开始做，了后甲亚特兰大电视台买落来，而且伫1980年创立 CNN。伫迄当阵，互人笑讲是低成本而且看无够重的鸡汤面网络，无想到煞开始24点钟即时新闻的时代。托纳做人真阿萨利，想啥讲啥。伊知影伫商业电视体制之下，趁钱甲影响力才是新闻部门生存的关键。The whole network philosophy, all this BS about journalism, journalism isn't what carries the day in these news departments. It's dollars, and dollars translate with ratings. 除了伫媒体界化水的建档，托纳也是一个慈善家。伊伫1997年宣布捐10亿美金予联合国，用来支持全球健康、和平甲人权。予联合国基金会成立，就算托纳后来甲电视网卖予时代华纳，予伊讲失去公司控制权是一个错误。也毋过伊伫环境保护甲外交的独立，煞予人看做是伊留予世界上珍贵的遗产。He helped expand our reach and mobilize our partnerships, drive action on many of the defining challenges of our time, from global health to peace and human rights, and to the protection of the planet. 托纳食老受到6亿实体失智症的困扰，有较少出来。伫伊过身的消息传出来了后，美国总统 Trump 伫社群平台大文悼念，讲托纳是公报史上的伟人之一，也是伊的老朋友，而且讲伊食老的时看到亲手创立的 CNN 走岔去，真伤心。托纳丰富一生，看新闻、体育甲土地开发，毋但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佫较是一个不断挑战极限、见证历史的梦想家。公司新闻邓伟林编译。中国的5.1连假，各地头拢是人惊警察学应付。即天广东是头一摆出动机器人伫咧街路顶头执勤。即阵 AI 警察呢，毋但会晓掠违规，甚至会当替观光客带路，佫会晓武术表演，甚至是防止诈骗的宣导。穿紫色衣服的同志，你已停车越线，请看看停车线。谢谢。过路人拢也未反应过来，就去向点名处理。5.1连假，浙江杭州市出动中国头一支机器人交通警察队，毋但会当看头看尾，佫会当随掠着民众违规，而且徛较久嘛袂发忝。推荐几个杭州著名景点，为您规划去西湖的路线。除了徛街路掠违规 ，AI 警察佫会当化身亲切的导游。15个机器警察进入西湖景区4个位啊，甲民众语音互动规划路线，佫会当补充交通管理的能力。中午周边商圈活动频繁的时候，那我们投入使用，不然整个人力也确实很辛苦。毋但杭州有机器交通警察斗3工，广州雨刷岛公园嘛有机器战警，会拍太极拳、加武术，佫是派出所的超级轰炸大赛。
如果有機器人同我哋一齊進行巡邏嘅話咧，啲市民朋友會更加願意喺我哋身邊多停留，然後佢哋只有肯聽多幾句宣傳等方面嘅知識嘅話咧，佢哋就唔會咁容易俾人呃啦。這套 AI 警務系統，佫有加一堆強大嘅後援，針對汽車無法度進入公園嘅死角，警察就騎時速20公里嘅電動平衡車來軟控，加上空中嘅無人機監控，打造無死角嘅救援甲慰安網。人民反詐一條心，越秀公安與你行。在科技的加持下，警方對單一的人力巡邏轉做人機協作的模式，過無偌久，可能這頓會比愛心的 AI 機器人警察就會當乘做中國廉價慰安的新主力。公司新聞林義主編譯。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今日台北桃園新竹對22度到2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22度到29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23度到34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2度到29度，平陽金門馬祖對18度到28度。節目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